美女飘香，屡次相亲，认为他终日不肯上人来，不知道他为了何事。哎，官人啊，官人，好叫为亲。那
夫人放好光。这毛儿将士夫，配领英武不是鸡。表身真勇，表示官长。弟弟正见官居三边种子。母亲长子高学王夫，我本闭门永昌共同，可恨这年送老身，常见光酒一分，是我无教之实者，望堂听信谗言，就将我母帮王西教。暂时，并将我门门抄斩，使我改为掌心逃亡，绝母就家中。不料路遇叶母亲官顺失去，吾将小生当作小妻，阻止顺差。那叶母亲见我生平出中。强迫我做他命令机子，待王京都传百年书，那老臣见我才貌双全，就将生育年男真终身许我为妻呀！唉，不为无求为法。岂能与你见这子女成亲啊？论臣设子乱尽那天。小姐到书房之人，我奉了小姐之命，得请姑爷长乐。不要在书房读书不去。哎呀，姑爷救命啊！小杨修，一不当你，二不骂你，跪下屈婚之命，为啥不能？姑爷不肯长楼台，你空小姐要怎会？是我得罪了你姑爷，那是我飘香的要受家。
我早就是无了。言道有理必为是，娘子前来见。二爷公有礼进燕子，来，中前也礼。听走。听走。屡次他跳向群舞上流，究竟为啥事？夫人，你曾送昂之人，谁恕王妹多恕啊？多说，难道是要你也用功我？你可知素琴原谅此故？
究竟为啥何事？混人，我见你送回姊妹不还，不知道混人，你是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是与个人是，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混人的心事我俩知。有人知我所乃知，是非风大让心思。我兰生一把眼泪二把子，我从小到大真言子，我要陪你归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红烧的老仙子妻子怕酒，你就猜猜错。见你总在生子，我是你将运动在归用长头巾无处诉，无酒传功咋会知？我是你家的酒，自然将心，你在人外人男儿应有四方子，何须挂虑家乡事？莫不是念我你们是你的，我难陪你郎并不知。你年家一朝天下得风潮，我好比苦藤高攀殊不知。莫不是言我难真上你少，害得你官人少面子。这里红掌到雁门，胜利胜亡谁不知？莫不是你言我难真用马飞，我难陪你
孩子所图报，望君来生待我是真心意，母亲能与他一片心。虽无相见，求关心，娘子。哪里人？夫人，你们旁人人知，不过是跌倒是乱那句。怎么会是你乱心真知？我心上来，问什么？讲啊！问我呀，若想真心去写情，真乃是有时妻子有仇人。常言道，逢人只是三分话，离夫地跑一片子，挖龙挖虎难挖棍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想与他真心相问真，必须他心是母亲啊！我的满身下流去。
知道要是幸福时，还请客无言。小姐呀，小姐。谁的丈夫叫我小姐？他在书房里，到4年起我来了。哎，母母，你可要为他讨几句。啊，相公啊，相公，娘子啊，娘子，官人呐，官人啊，兰正啊，兰正，叶勇啊，叶勇，你这次要问问我的情事，小生不生，你哪里会知道？贵气不小，我这个弟妹请教的呀。如果是天堂是暖啊去，我心上来本心真，哦，心你的身间为宗旨，真用是我真命。一家人奔向天人路，恨真朝中出奸人，奸人常年黄州奔，在了我全家一门门。到如今我天涯茫茫四奔，举目不见一亲人，可怜我身前不该上神坛，被人安起来尊敬，蛟龙竟被千岁困，莫佛哟真定不肯不真定，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亲人。哦，官人啊，你休别离，你莫伤心，你亲人还与我恋真人，不知道今生是哪个你生来，不然真与你是法缘比起奸臣当罪罢了，比起奸臣我骂你是年事难熬。这把金库
你才总了有多少，却在我心太凶。你为争吵更一日，偏偏逃出我真勇。小李为争吵更一日，偏偏逃出我真勇。小生杀在林永志，听咱的奸人老女说。你为什么将男人的终身去许真用？怪不得他激怒家年中兵，不计到老不老。你10万啊，你10万！我去冤了。那你今日你是来，无知东朝一样即将南征，终身许配我。你要靠本事难上来，小生才有出头人，定将你无知一日斩。我听此言来，心惊胆远，他要在我面妇女总有妇女灵，我难真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相人哎，我就这门生病，这冤家在。哦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急。好梦啊，好梦！那你今日到了我，去年不是把妹妹做，别人用金子包的大妹，不用那上方包起来铁本人，也强呀！那你今日见面去你是我家不为的烂小人，我不应这里命令子，你知道中间不平等，小生才有高官又将你弃官下镇去从军。老总之人做马兵，不必还要马背人。面难生啊，面难生。我难真的一
奸夫杀人万不够，我来生岂能却夫君？哎，冤家呀，你怎么有夫妻情？我来生害你死一到四不三思要而回，我还是希望与他去把礼尽。面叫开门的是哪一个？来人，来了！哎呀，我在书王马前人，我是来了你来人。尊人你来我心急当作心灰呀，加上表里去讲你。来了啊！啊，娘子，听啊！贵人，听啊！啊，娘子，天来见你。贵人，天来见你。听着，听着啊！请问娘子，还是谁的到此？到此一酒啊！哦，你问我吗？我们是谁到此？你到就叫你开门的。哦，娘子谁的到此？哎呦，谁的到此嘛？怕他这人啊！哎呀，哦，这是谁的到此？他倒又被去夹着来了。贵人，你为何说话不听什么？作数啊！到底什么是数？是说无君之数。可否配几句给我听听？你要听？好，你听着。客儿从来心儿飞，多故世俗须忘记。贵人，你忘记为听我，倒有几句记得你。
你到底属于我两样的，两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你不信我背给你听了。不要听。夫人啊，我这个人啊，倒有个脾气，人家要我陪，我倒是不肯陪；人家不要我陪呀，我是偏偏要陪。好好好，那么你就背吧。好好好，那么你就听吧。好，你听上啊！要背到你自己往里去背。你听着啊！哎，小妃呀，小妃，自称小姐，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可没有叫你啊。兰珍啊，兰珍，哎呦呦，连兰珍的名字也长熟了。哎呀，贵人，别人手上没有我兰珍的名字哦，你的手上只有我兰珍的名字哦。你几次上班要问我的姓氏？哎，小生不生，你哪里知道我的姓氏？不是，你当然是不知啊。你为我女儿不听，你再听下去。我日天当日乱情，我不听上来，我本云真。我弟弟真见为要公子，真勇是我的真命定，我一家人分享别人乐，恨之人好终为奸人，恨奸人长夜黄之本。散了我的家也问，我得去见人，好留他了。你去见人，我骂你命不啊老，我骂你的人好严重，你黄银霸道的贼。
你却在我的心太凶，你为三朝更一日，偏偏逃出我真用。小生他在凌云寺，我听在你今日的老年中你是来啊，你是来。我骂你今日你是来，你不知同发为一样贱，你把来世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逃官之中患难，小生他有这个人不把你无视，你三难，少不往好我骂你今日老问我的钱，只是把妹来做，只能用金子包你大妹，我是上方宝剑，你问我骂你今日问今日不家不为难小人，我才真是明明是你高风险为人，小生他有高官做，我将你去下人去同
日你落在江高府，我看你差事也难定。真正看我走邪路，见此佛酒心无人。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妇？你杀到瓦堂去禀告，岂不是亲手杀了你丈夫？娘子啊，夫妻总有夫妻情，外望娘子来造救了不听女做，我难救你的亲丈夫。娘家本是要我定，那阎王好比我难生来做。
你到哪里去呀？我们为忙去呀！我在这里不是要耽误了你的读书。娘子休得如此，待小生陪你上楼就是。此次贵人听，娘子听。奉了夫人命，也赴秦姑爷。跳下那里，跳下那里。来了！是你儿爸爸。跳下，你快去禀报姑爷小姐怎么救济。啊，你儿爸爸听到的。哎，好。也听姑爷小姐。要想何日？你儿管家故作求见，命他并见。你儿爸爸来。哎，好。再见姑爷小姐。罢了，你儿公夫何日？今日乃是夫人才当自己，得明年儿请姑爷小姐过府家宴。快年生人，你儿爸爸带我来。好。贵人，我说你儿到此，为替我到忘记了。娘子忘了什么？今天是我母亲开坛之期，令我做小辈的，离开公府拜神。娘子你去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哎，贵人你从哪里话来？做女婿的，哪有不去背人的道理呢？此次与娘子同去。啊，贵人，为替真相与你同去，这是我婚儿上的门约，不能免去。娘子不去，我也不用去了。哎呀，贵人你这样大的人，怎么这样孩子气你？来，到里面问过一个。
官人啊，你给个我大人情，为妻做夫你话几句，你要牢牢记在心，在修的年年求婚费，你十分话儿三分。哦，官人啊，你见貌平色须见机，细身早早尊家门。现在你要我就一人，自当尊重娘子命，为免你心担忧，如果当成了
君堂得小心备酒。宴席到11点也不为饮酒。你那个女婿呀，是个正人君子，我拿起春饭做了制度，可不懂哦。你又在怕将你的女婿了？
我今天要痛痛快快的尝尽几杯。今天是少次的酒酒嘛，哎，我要尝尽几杯的了。哎，人。我那里是何罪？今日里年富秀三季，无生人，我来无罪到进门。他的是酒落头上将日午，西路迎上无铃声。因此我谢天家中熊熊悲，强一次满腔冷怒从中恨。忙想起娘子灵应提定力，倒不是趁此悄悄回家门。他从前门出去，恐被他们留意。带我去找一找花园油门。原来为我不进花园油门呐、今原来一天好风景，留在城市花陌生，怎奈我无心去观赏，一路迎来把人们听。呼呼叫叫往前走，我见一座万重门啊，这地方倒是另有一番景象。唐宋才把笔声声，秋光显得冷清清，留待欢迎花墙内，静悄悄不闻陈女声，一如高楼年年起，曾相公，我与我真用安身命。就问曾相公，乃是念宋老者背本此词，趁此无人，我不免进来快托一番，他早得一岁平生，这又也好与我弟弟报仇雪恨。年宋少有满番心，机密定在楼中城，趁此无人，我
请进去，高德平正以好与弟弟发出声。把先听。起立送敌，顺势列杀。我本是不求余生，是无欲把心里，不妨娘子认定，千万去找众家门，不逃流去求生去。父少被生遇见，孙家只知道母是年父的新故也，哪里会知道母是生？了也无妨哦，我本是年父新贵人，若母虽有奇妙事，那是我女婿帮求心，我帮他担子上楼去。九轮的历代，望金千两，退顿不平，今先官府大臣不忘小难。哎呦，好有的历代，足见年中老实的吞论。恳请这次山海关中兵九轮人马无全部的这里将功之人，我想那九轮实际上地理应三修。至今老实就了他的贿赂，竟保就去他来了。念宋啊，老人，你这样龙运枉法，好不令臣痛恨。我不免将此礼单收藏起来，这又也好作为一个凭证。圣王圣空，接修登修，朕大也是下言请奏。哎呀呀，我想拿下他时，已是被那老者所配。圣王圣空，接修登修，朕三言宗旨真切。哎呀，弟弟。好心上，我有真用空断上，我弟弟本是忠良。
不就累不得了。哎呀，严姑爷呀，这女名叫表夫人，当初一头母亲们，趁父托严父日空造家，顺着表夫人的战士才，严姑爷夸真来吧。严姑爷，我家老爷身为大人，这不一天一夜日子，看来又要吃到天明。你今天委屈不成了，今天我委屈不得了。哎呀，这哎呀！严姑爷，还弄知道母亲们到我小区苏楼去吧。到你小区苏楼，哎呀，这怎么哎呀，死的？你要去哪里玩？顾得了许多花子。哎呀，这呀！
哎呀，官人啊，你真是你花儿多动操心，你花儿多动操心。你前夫娘为谁这样辜负你？在这里恰是可以听风雨。眼看啊，你生日不要领先你，你还是忙着无知过深深体会，几次盼你归，我是早上盼望到黄昏，好比是连生辰下了天前上挂肚，前上挂肚是人心。乱家
黄昏灯，到日的门，不能见他为家累。刚才是母亲老爸去世了，因此让小奴才受罪。如今又是他为家对，分明是你猜我也猜，为什么不都有金光色？为什么爹娘不信都离开？既然真都离开，怕是我唱不两分。
好不为的，好不？这娘为民，金不挂好，出不消好。跳不过来，快去！龙桥城是翻翻的龙尾，
严老，严有什么喜欢啊？你不喜欢，我却喜欢他啊！他不是严家林来的家宗。计算知道，他是严家另类的家宗，那么你为什么将女儿终身许配于他？这是你说我的旨意，为母我才。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我真的把他放在我的眼里呀！你真不讲理呀！有你这样狠心的母亲，谁生成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？你大哥帮着你吧，我用心做把你。放水！你还是你吧你！我告你有不认吧，女。你害了我丈夫，你还要我林家人。好，我就这种直接想去。少爷，不得，他了得！哎呀，老爷，到了相思更夜，你高他不过的痛苦哎。
是啊，这个样子很有名，乃是无家之宝，为我花了多少心血，费了多少年纪，才弄到这点，怪不得，哎呀儿啊，这是一只宝贝，只要插上一根裤子，却会开花结果的，你管不得，管不得。哦，怪不得，只要插上一根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。怪不得，怪不得，那么，你们怎么不想想女儿的身上结果？你们看师傅的丈夫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！我知道他委屈了，不想南征回来所讨离口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兄弟兄嫂不必生气，先请为王。我来想求南征这女儿委屈就是了。好，请别，好。这女
好吧。哪里去？我到大街上去来真正有找寻丈夫去啊。今天你来就去不了。好。那么我3天，我找到医院，马上接送回府来。哦，3天能找到？还3天能找到。那么1天也能找到？你今天啊是非完不可。哦哟，你来真啊！你是个明门之女，千金之体，为你丈夫之事，为得家来当铺等菜，万岁养子把肉饼啊，还要弄到我的头上，你怎么如此不讲理呀？赵公公，我不讲道理，哎呦！
衣裳无为怎能打上去？七天应是真平王，真乃有曹家小弟不要留，无啥一日迎夫人，岂不是比我把夫人？我能前生还无忘。娘子啊，叫声娘子听从自从别了娘子约，我哪有心情去饮酒？因此我这天里先太太，你到苏老独自留，一心只想为家财，找不到花园门口，无意中走进一高人。小生一名婿，原来娘子为我生言去，原来娘子为我担忧啊头，还望娘子早赐我。哎呀呀，今次言我埋怨你郎君。你平把无对老有，为生罪来不提言啊嘞，我在这里领子好心呀们，我深盼郎君同为
我女儿王中哪有你丈夫啊？亲啊，亲啊，亲啊，你母的。去。我女儿王中哪有你丈夫啊？少说你这个小姐人弄出来的话呀！老爷，这是怪不了小姐。哦，不能把小姐把你这个小姐人丈夫，这个不能怪您子，要怪妈，怪你照顾我。怪我？为什么要怪我啊？早说你昨日真要该，你家长马爷妹，你当要管。我家中天狼分明机关，今日你要想的难上来。我怪你的，我岂是怪你的？你呢？是不是少师傅叫你来的呀？是少师傅叫我来的呀。我叫他来的。少妇真名这句才一年，吉母才这你成败。兰真一看我的胸，我虽有理这样分辨呐，不是屈身下流去。我问你是问孙拜拜，问事拜拜，哎呀两个办法，女啊你干啊？那个叫子滚拜拜，那个叫子死拜拜，滚拜拜，定来我与你到左跟面去跪拜。今日你成佛，当头等菜你陪玩，当铺等菜我陪呀玩，银子算来是要5万，我屋里拼拼凑凑都卖光，没银子完却余呀2万，相互面前去滚吧，弄得不好脱落，自保要我来生，滚办办是不好办，我万事听侬4万办。哎呀4万万我太紧在，你写一张我便就我为什么要写不平啊？那你写不写啊？不写。到哪里去啊？到我哪里去？没。哦，行。早中午你还是太平了。老爷快去吧。去。哎，作为我呀，为妻呀啥，气得我是两眼花。我不怕年富势力大，我不怕么家境旺的4国法，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我只怕是夜来真什么？好，我要我个姑妈啦，这真是算有算法，无有恶法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老么？夫你快写。哎呀，叫我怎样写？好，我说一句你就写一句吧。好，你说。礼部的人
不小，如今在我女儿王中修出，你同儿王自己到了丈夫委屈，叫我早问我这张脸放到哪里去？那么以你之见，以我之见，我们人当大教一点，你坐在桥中，你丈夫躲在桥里，带出夫去也好，瞒过众人，保全我这张老脸。看在你大妹这个脸上不能一了呢。好，我们人当桥去。上大车。好了。送